以下節目係蒙面超人及假面騎士夾家暴或家父點心般的美食戶，我的海帶麵。由於節目內容涉及版權，影片預告只會提供圖像，想收睇請到下面自行進入，敬請留意。如果大家係下載形式觀看，請係24小時內自行刪除，法律追究，本人恕不負責。